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颜面，台语安尼写，颜面。无知、愚蠢，唔知厉害，唔知死活，冒昧行事，台语就是颜面。譬如讲，对方是嫌是好，你拢唔知，就走去人嘅地盘讲呛声，你实在有够颜面，唔知死活。颜面嘛会当讲单一字颜，你咧颜吗？活了咧神啊！啥物人唔食，竟然去食迄个罗麻头。啊，若要加强颜的程度，会当讲颜头颜面。你真正是颜头颜面，唔知影天地几斤几两，竟然做出这种的戆代志，恐惊会为至亲家属惹来祸端。颜头颜面，嘛会当讲砍头砍面，砍、空砍，都是华语的呆笨、呆笨。你砍呢？这种侥幸钱你也敢赚？你是在空砍，投资嘛无在稳赚，你竟然甲厝摕去抵押贷款借钱投资，你咧干嘛？砍头砍面安尼写，若是砍头砍面就安尼写哦，砍头砍面。今仔日的台语字颜面，实在真趣味。